哦。我都挖到这了。哦哟，刹不住了，开滑了，就是滑。开快了，开好快哦。是哪个快啊？开过来那个大货车那个货车坐的嘛。哦哟哦哟，这个是连环流。哦是。哦哟。打了线嘛？打120没有？打了119。赶到120赶过来哦。哦哟，撞到家头了，哦哟。开得太快了嘛，忍得的啊。滑的了嘛，就刹不住了嘛。嘛，这恼火，哦哟。就哪个车干的嘛？这个刹不住了，他这是没得喷水。哦哟。哦哟。哦哟，是吧？刹不住了嘛，咋的哦？就是要干。这两个车重了是多少？吧？起哦。而且上边还有车哦，看。上边还有车。上边的过得去吗？那已经了嘛，这下来就是啊，下面就够了嘛。对，大家我都可以在上面照转了嘛。这个人。